继续来看中华园林有诚心的店家帮家扶中心义卖高仔丁，100外的高仔丁放伫门骹口，煞互一个捡回收的太太摕去卖。店家想讲，这个太太嘛无好过，不忍心来报警，决定这条钱家己赔。代志传开了后，真侪民众捐款寄付，参收到这批高仔丁的资源回收场，嘛感觉卖得过，捐出3000块。 画面内底安全部的护林人来到阿嬷店的前面，看到2箱的花灯伫门口的，伊就甲纸箱拆开，就安尼甲100个花灯全部炸走回收。那应该是回收啦，它是捡回收的。店家拢讲去，因为这拢是要帮家扶中心义卖，所以是要互家扶的囡仔当做助学金甲急难金。可能家里生活也都有一定的难度，所以我们打消要报警的这个念头。 因此，头家先贴3000块弥补损失。代志传开了后，民众拢响应做公益。也有人就是把他的那个名牌包捐出来做公益的一个拍卖。那还有人把10张那个限定版的悠游卡也是做一个义卖。收到这批花灯的资源回收场，查这消息了后，发现因已经把这花灯拢赶出去啊，心内嘛袂得过，主动捐出3000。圆满处理到就好了啦，因为这个是家扶中心的了，也不是说个人在买卖的。 原本这2箱花灯只有价值3000块，因为大家的爱心，最后募到将近1万块，互家扶中心是非常感恩感激。